继续来看到土博流氓路的内列报道。1959年，10万的土博难民停等坦兰拉马流氓到国外，其中就有几下千的生意呢。当时在坦兰拉马提议下，印度坦兰萨拉就成立了专门同生意呢服务的难民机构，下后还发展做印度西昌儿童村，是专门负责提供土博生意呢的素养教育，涵盖青年新难民的教育资源。也个教育课程未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可，土博人出业过后，就得用同样的学历去报考印度的大学。另外一方面，因正西昌境内中国的教育政策限制了土博文化涵盖语言的课程，有当多为中文课程，故所土博难民就进来接触到汉人的同化。也个土博的流氓政府支持了西昌儿童村，未系土博人上学文化语言唯一的素材。等等斯卡泰马上的人学习土博文，为的印度泰兰萨拉的西昌儿童村，也还有2000个1到18岁的土博学生的。规则印度有5间西昌儿童村，然后32间学校托儿所，青年集体所有的分支设施，是印度流氓土博人最主要的教育机构。Up to like 5th grade, all the subjects are taught in Tibetan language. All these textbooks, they have to learn everything, the mathematics and everything, they have to learn in Tibetan language. Just to make our own, our traditions and the cultures and our own language, form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西昌儿童村的生意呢，主要是属于无特雅爱，也係生活困難的弱勢生意呢。同時用家庭的環境嚟做教養的基礎，就算接受我本人的支持聊天數，也唔係本人嚟擁有。Once they'll be in adoption in any Swiss family or a German family or whoever the country, he will be brought in that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 Yes. And with this, we lost our own identity or our own culture and tradition in that particular children whoever is adopted by any of the nationalities. 除咗學年嘅生意以外，漳州離開西昌嘅後生人，從難民集體站出來過後，因為到西昌兒童村呢，是難民特別班學習，通過青年做到繼續升學，亦係到語言班學習。呢個冇合適就安排到同卡班、裁縫班學習建議。从头开始要学，没多少能力，然后去学裁缝生意。除咗一條由土博流氓政府提供嘅正規教育嘅方式以外，印度特質土博村度也有一個非營利組織提供其他教育服務。將印度關體經驗嘅人業非暴力教育行動中心，主辦呢用非暴力抗爭做主題嘅青少年講演比賽。現正自由土博運動一開始就強調非暴力抗爭嘅本質，非暴力運動讓泰來喇嘛講嘅中間路線，也是知道流氓土博人社區有越一度學中文嘅教育，將爭成立越南嘅土博世界，就前嚟指講提供土博人唔實現學習中文。Our Tibetan and Chinese problem, that one is the dialogue. We need to teach them to Buddhist, and again they need language, and also the Buddhist is, I think, is the best way to solve our problem. Maybe it's possible when we teaching all the Chinese to teach Buddhist, and then they give back to us, our country. 無論係社區中文課程、非暴力教育行動，亦係西昌兒童村嘅素養教育、職業訓練一條，都係唔是錢嘅服務。無為國家稅數嘅支持，就搶咗嚟意識外嘅金錢嚟爭取。現正土博人流氓出現嘅教育理念和形態，也變咗土博文化喺印度境外唯一嘅傳承機會。客家新聞陳居明，喺印度泰蘭薩拉採訪報道。